觀眾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晡日福氣類類嘅節目。今晡日老大家咧紹介嘛，介嚟紹介一本書吼，呢本書嘅名按到來去學客語。介呢本書啦，一般一啲學客家話嘅教材又嘛嘅冇強咯，佢非常嘅特別。當適合後生嘅內容，不過呢本書嘅作者係乜嘢咧？是因為今屆裏邊佢非常嘅特別咯，非常嘅後生，係讀中央大學研究所1年生嘅學生，不過佢就係主編。到底有乜嘅故事？佢仲係想出呢本嘅教材咧？大家分享佢寫呢個翕相要分享。大家好，我係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呢，每一本書來去學客家嘅主編翕相要分享。大家有知道冇？吼，就是一堂一講客家話，只會知道你做得去錄有上書，有安會講過冇？吼，就會很像是當作係你主播的報新聞也好，錄廣播節目也好，但係大家係講出共享交通共起嘅直接做啲談到嘅，還有嘅廣播，意思係講，他會講到當好誒。是麼？好，先嚟講一下吼，你係哪位嘅客家人？哪位嘅客家人？其實我係新北市嘅客家人，在啲新北市。哎呦，不過阿婆係苗栗嘅客家人，講西安；阿公係桃園，講花蓮嘅客家人。古時係西安花蓮都會講安尼。都通係識，都通係識。聽一個問題吼，輕鬆考試用。聽一個問題就會講，你係幾多歲開始講客家話？其實我係從細就對學校開始參加呀，行年嘅演講啊、朗讀比賽。從國小就開始，國小啲新北市就攞阿公阿婆鄉下帶，嗰時候就第一卡就會講客，到參加比賽以後有成就感，就到大學，再嚟到客家呢嚟讀書。今日問一下哦。喺乜嘅時節、乜嘅原因，又係有乜嘅故事，本而會知道講，我要安樣嘅客家認同，也客語嘅認同，因為有青島嘅後生，亦會知道講，我細細嘅時節係同阿婆鄉下帶嘛，從同嘅阿婆鄉下帶嘅時節就會說因為日上生活地圖耳濡目染，你就會知道講，我睇係是客家話，我會講客家話，唔過有可能唔記得，但係我無想去繼續學習，又係繼續進步，唔講唔係，而係。越來越厲害，可能講嘅比阿婆客家話，因為有青島新嘅名詞，就會講很用嘅記憶，乜嘅故事，本有安樣嘅客家認同。其實佢對些每當感謝阿公阿婆，啲會考嘅老人講客話，因為呢佢國小開始比演講比賽，就比賽，當年就比賽比到國中，比到高中，高中嘅時節總算哦，又比到也全國嘅體育，嗰陣時就本來有一種當成嘅成就感，係啊，就覺得一個成就感，本來想愛啲客家來學習，成就感吼，其實根本有青島老書有關嘅問題，唔過都一下硬係問問咯。要安用嘅成就感硬問要一下而再去，喺講看到阿婆有冇同佢完全講客家話？我是大部分會啦，大部分係會講客家話，就像剛剛講到嘅，有時係會糾正阿婆。係，我就會問，因為而家客家話一下變到清好，有清到新嘅東西，唔得好先。唔過啲阿婆嘅年代，阿婆冇聽說有講安用嘅客家話，比如天鵝啊，有冇花樹嘅用嚟講，比如你哋早上8點早八嘅考場啊，啲阿婆可能買東西，嗰種而最係同阿婆講客家話。冇唔錯。阿婆有知道你嘅客家話比佢更加好。有阿公阿婆都會按你知道。OK， 講到一下同大家來分享，叫一本書嗬，真有意思嗬，看佢唔睇壓力安排嘅你講教材也好，安用嘅書，嗰兩本書真有意思哦。4種腔調都有，4種嘅腔調都有，做啲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本書嘅目的係乜嘅一本，要幾時看，做大馬上來看，去哪邊買。好。其實剛才講到一本書有4個腔調嘛，係像一本青色同藍色嘅就係6腔嘅腔調，你有4個，還有西安腔、南西安腔、然後太湖腔。你面前有個橋嘅色嘅，黃色橋嘅色，也就係西安腔嘅來去學客話。一本書呢，嗰陣時藝老藝嘅教書，太學嘅指導教書就講，一下太學國小啊各種高中，都有呀課本。如果太學依種忙呢，跟住就嚟寫一本書。太學生來用，這個就係咁樣子開始。嗰時候有個對象呢，主要就係太學生為主，你都係當到嘅
内容啊，同到嘅劇情都係留太學生有相關。係啊，不過想嚟學習學法嘅一般嘅民眾當然未做嚟透過一本書嚟學習。哦，我哋意思是講也係有真多嘅學生，比如太學生，係講你真正有想學客家話嘅統計，唔講你做你冇可能就會。是爆忙按做以後冇，但係按樣嘢，我所以講就同太學生，係講嘅實法地都，有按樣嘅對話嘅時間，一本書就會專門針對太學生嘅課程內容，去哪裡買？去哪裡買？一本書，and 喺老爺總太出版中心，還有遠流出版社佢話出版嘅，佢說啲博客來和啲遠流嘅出版社都做嚟簽喺度。哇，鐵針掉吼，大家喺講上位買嘅時間就掃描去查一下嘅，來去學客話，來去學客話就做啲買到一本書，我自家看還是知道。我很喜歡這本書，輕鬆一本書。唔過講到呀，吼，而家要講到中大出版社，冇錯。這是係唔係做嚟講係你哋中央大學第一本同客家話有關嘅教材嘅書？上教材講起來係上係第一本，客家嘅書青島，我教材上係第一本，因為客家嘅書要當到教書出版過，客家相關嘅，不過也咪係你第一本學生來主編嘅，係，因為人哋就會團隊，還有一個指頭嘅教書係審聽嘅來邊去教書，就係史密莎計劃來完成一本書，咪係中大出版中心第一本係學生來出嘅教材安尼。很用嘅本中大出版中心會知道講，哇！這個中庸太學按究以來，終於竟然願意會出按用嘅一本書，怎麼說服他們？還記得個想法還蠻動輕鬆一點。哦，其實講也係中大出版中心，然後遠流出版社佢哋有共同來出版嘅，嗰時人哋就告訴啊，你注意，你講然後會出一本書，就帶我啊落去請呀中大出版中心的主管，就係我們的教務長，中央太學嘅教務長，佢都好咩客家人，有咩講你咩親神氣咧？佢咩想好也可以了強，嗰時候就話一本書在推薦本啊，教務長看睇有咩出一本書當好，就同意講做得嚟出版咧。做得同教務長講，我聽說你看睇呢本書高向，你客家話係進步哦。係，所以嗰時候咩當感謝嘅教務長王文俊教務長。因為我知道我們必須要說，我哋會講埋，就是說以前啲客家話，大家都啲客家話有個斷層。錯嘛？因為以前嘅農業沙飛嘅時節，大家係用客家話來打嘴鼓，你絕對係冇問題。客家話也可能前後。不過有一段時間大家冇法度講客家話，那在傳承嘅時節，可能就因為斷層嘅關係，再加上沙飛啲改變嘛，有新到新嘅詞彙，比如講因為讀報紙嘅時節有新到新嘅東西，可能大家就唔係按了解。冇聽說教務長看睇一本書講會係好多新嘅，當到新嘅目標嘅東西。不過講到也好，輕鬆一啲嘅就係講，對你來講，你從細嘅時間，你可能去公演比賽啊，有清楚嘅名次。不過為什麼喺乜嘅通力會讓你想說我要來出教材、出書啊？嗰陣時就因為我嘅指頭教書，佢就係教一客家那個基礎課語、進階課語嘅課程。咩因為佢講一下要從某一個教材做得嚟教，係因為我哋太學嘅時間未接觸高檔到老教材有相關嘅計劃，係自家咩累積算輕度嘅資料，告訴就講你係咪太學新眼神咧？你啲太學畢業以前做得出一個人嘅代表作嘅感覺，嗰時候就我就要告訴來合作，我就召集了10位的學弟學妹，就傾下了一下。其實真係冇按改嗬，講到鴉片嘅地都有輕度嘅詞彙，大家做得好些，談講你都同佢哋認真嘅地度我考試嘅有關係。冇唔錯，因為人哋客家呢有一個畢業門檻，可以考個初級。嗰時候一本書呢，其實除咗喺太學生嘅情景以外，先主要就希望大家透過一本書以後就做嚟考到初級認證。嗰時候嗰陣時啲下一本書都係用初級嘅詞彙做基礎，初級認證嘅詞彙呢係學位費嘅詞彙嘛，嗰陣時呢就分咯，13年附接一個單元，一單元呢係詞彙地度嘅單元。嗰時候大家唔係先上課名，再上內容，大家係先看到詞彙，比如講人體與醫療，
大家就会第认证里面这个单元来偷，它有4个词汇，从词汇来编成课文。哦，按你来编辑过来嘅。唐吉安讲啊，有一种感觉，係嘛个感觉點？我喺知道你係變成講比如講中央台學地圖台學上係個考試係考觸及個認證嘅時間，佢係一個寶典咧，變成一個你要按個講，真嘅係寶典咧。因為我係冇去考試嘅經驗，唔過我啲啲考試嘅有一個就是說的部分，講嘅部分其實大家做你去講故事嘛。迄個你有按用嘅一本書，你就做得用無腔嘅名詞，你做得好好去同大家來分享一個故事，吼，太好上地圖嘅故事。也內容都會生發情景，故所都應該都會用得到。你這個嘅漢語認證，你考到用嘅長途。我這個也係西安回流太普也3強又考到中國去，牛平台灣又中去啊呢。哇！我嘅目標係希望熟悉到西回太平洋嘅中國去。哇！當中伊嘅天形強容哦，看到你天都叫咗型嗬。咁還有乜個精彩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嚟講。今本日當放棄做啲繞牆道中用大學客家語文課內研究所嘅同學相由嚟到呢一篇，仲埋繞牆基地因為佢係第一本書攞去學客語嘅主編，細細嘅時節就開始講客家話我真的看到你真嘅興奮嘅，我真嘅知道講話也係有按樣嘅後生人願意，有按樣嘅熱情，按樣嘅態度，按樣嘅統計，按樣嘅投入，按樣嘅事情啊，就知道講心肝都知道興奮嘅，真嘅哦。說到有點流淚，有點太誇張啦。不過真的有情感同嘅感覺嗬。不過都講到呀，其實當然要出一部按樣嘅書，要錢嘛，從嘛嗬，係每係。遊戲聲腔，遊戲聲腔播出，從迄個文化部有一個友善語言友善嘅聲腔出版嘅計劃。那每當感謝文化部有播出人都有80萬，就順利來出一本書啊。做乜愛問按樣嘅問題咧？唔係會同大家來講，哇！伊聲腔播出係乜個挺難得嘅事情，因為大家都知吼，也本來就按樣嘅機會。我講了隻題目嘅原因係講。特別高，80萬，係啊，因為一般來講，挺難的做得有按樣按稿嘅播出嘅80萬，可見其實係你哋聲腔播出嘅時間，可能嘅評審都知道非常值得投資。錯，就咩當感謝文化部嘅評審以外，你咩當感謝人嘅團隊，人嘅團隊嘅成員名嘅都啲，名啲，你講一下呀。就係你有辯論、家珍、以晴、如君、昆長、抒情、以軒跟景文、佑熙，還有薰瑜。感謝大家，真的很棒，真言聽章。唔過因為公司採訪有一本書咧，地都有畫圖，從冇有插圖，還有排版，因為你真言就會全部個切架來，地都有無腔嘅內容，無腔嘅教材，就會你哋按用一群人切架，真的是。一鋪一鋪，一點一滴按樣做出來嘅。錯，因為呀，80萬其實人都有大部分拿去做印刷。叫我成日想講，人哋嘅團隊除咗都會講客話以外，還會美編技術未清好，排版啊未清好，故所人哋嘅排版啊、美編，還係講到嘅寫計劃書，聲腔播出嘅計劃書都人哋團隊來完成嘅。故所大家都會分工合作，有無佢講嘅工作。唔過每3年都會寫課文。除咗有目標嘅工作以外，大家都會負責寫課文。一係咪意思？我等下係同大家來分享乜個寫課文，係問一下啊。嗰時候按樣嘅學弟學妹，嚟到一篇向下來做一本書有錢冇？冇錢。跟住嘅嗰種你係用乜個？大家講就是你知道誘因係來。其實真件都係對客家嘅熱情。佢說出一本書有成就感，對靠人熱情係有成就感。
我每当感谢。记得也还有吃到清油神手感嘛。有。不过还有糖到一个鼻味，就会讲可能就会做得温印一个早餐系嘛。哦，有嘛。有，咩感谢呀？甚至嘅味可以告诉，咩人哋會早晨時嘅咖啡嘛，告訴就做得，告訴就嚟聽呀早餐問大家事啦。告訴大家做得溫度嘅就係早餐。大家都嚟許願講會生嘛。哦，真嘅。嘿，應該不會很貴嘅早餐。唔會啦，唔會。不過又係講笑啊！意思我唔看記得真正就後生而家有愛用嘅同你，唔講係知道吼，我知道啲學士嘅高層地度，我知道太學上嘅神法，也係講緊研究所的神法地度，我知道有愛用嘅高層。以後大家回憶起來，其實係一個很好，係一個當好嘅高層啦，非常我嘅感覺愛用，因為一般來講太學上嘅神法，偏而有嘅人家做得有，如果可能因為有嘅偏人，可能也成日都唔會有嘅經驗，出本書誒，拜託一下，係啊，大家都要參加社團，然後就將一個無共用嘅社團共用。早上開會開會嘅時間係幾早？哎呀，就9點到12點。因為我做埋愛用無，我就知道記得會某個時間吃早餐。係講記得同我講，哎呀，我哋開會嘅時間係11點。有些晚，好吧？講笑。不過講到也好，你自己是負責主編嘛，對不對？然後其實還有很多青島詞彙嘅統整，按樣你寫課文係乜意思呢？因為第前面有青島無共用，將來翻開來的時候會知道有童謠，有童謠嘅地度，有無共用嘅句子，無共用嘅記嘅地度。不過第後背嘅時節就有青島將係小文章，細嘅文章，大家就會課文嘅意思。就按樣嘅課文對於你來講，就會每個人都要寫。大三你都會寫，你有寫吼？我冇寫課文，你冇寫課文。負責統整課文。統整好，大家我同大家來問一下吼，你知道佢都改課文係乜改的？哦，我真的很怕被考倒誒，當然被考倒誒，有，比如講吼，記得有冇強嘅主題吼，像真台學上題講係乜改？早上8點上課。你們為什麼那麼害怕早上8點的課？因為輕奏就會紅錯。我來讀一下，記得嘅內容係安樣樣。早上8點要到學生嘅起到腦背，首當那地有一路嘅上嚟讀線上過來以前，夾洗澡，沒有人破肚做當水母。你們這樣把秘密講出來好嗎？也有人趴在桌上睡覺。好，日頭四大地體內紅 ，OK，然後俯上天頂，很浪漫呢，很像寫詩誒，當浪漫呢，哈，讀天堂歌，天堂歌來去去，8點書包給學生嘅入書。好浪漫哦，當浪漫。大家因為大家會啟動，我頭度要亮亮、當當對對吼，梗係因為我係起白飯度倆雜，好因為要當到解詩，然後全部係客家詩，啊又係客家嘅拼音，中文是客家嘅拼音，所以我頭度要亮當當對對。我起白飯度倆雜的圖是，我啟動真的很浪漫，而且有用嘅口吻其實。除了動聖法之外，其實有一點點的詩意在裡面。錯。剛剛讀嘅野台呢，其實係算一個前情提要旁白嘅部分。咁所以看起來，以前一個短文共用，因為人哋啲學習拍法嘅時候，睇下個長途冇共用。咁所以雖然講一篇嘅課文，人當到係對話呢句嗌句，唔過長途較好嘅同學呢，佢可能就會做得嚟讀下短文嘅部分。咁所以就係針對冇共用嘅學習嘅長途，有冇共用嘅內容做得嚟。不過我看那本書地圖，還有一個我一間當校嘅時候，記得有講到鑼鼓演繹，鑼鼓演繹記得懂第二篇叫做宴客料理，對中文宴客料理。不過在宴客料理地圖講嘅時候，你講鑼鼓演繹，比如講我翻到217日地圖嘅時候，這邊就會有個宴客料理，對不對？錯。217。好心速雷達。
好心错雷达，意思咩喏？意思就是好心没好报。嗰種而講，希望真嘅係雖然講係針對太后上嘅按用嘅一般嘅教材，地度有青島，而條太后上會用到嘅神法一度會用到嘅詞彙，唔過挺有意思嘅地方就係享有非常的用心哦，啲地度係。用嘅鑼鼓演繹，嗰陣時其實人哋討論已久，雖然講正經啲對付係直接較少講鑼鼓演繹啦，不過人說人哋係每個客家嘅鑼鼓演嘅指揮，咩當正規嘅，佢說誒，大考地都你都有表演。正經青島嘅，你自家中意冇？你喜歡嗎？我中意，因為從細就會參加演講比賽，就會用到當到嘅演繹，嘿，嗰時候就會想為老演繹講一批，那時候也。會本中更有層次嘅感覺。雖然講你哋下讀筆試係講當到嘅鑼鼓演繹可能係改良世界，呢種改良式鑼鼓演繹智慧，到你一下每天就會非常嘅熟下。咁講你讀按樣嘅鑼鼓演繹，肯定做得了解。除了嘅語言本身嘅詞彙之外，你要做得去了解嘅是係改良式嘅演繹都有嘅智慧係嘛嘅。當然還有很多，比如說就沒有時代嘅問題，比如說信傳殺傳。信傳殺傳。有冇？對不對？信傳殺傳講的就是，只要你願意專心，覺得你很專心，石頭都會可穿動的概念。對，信傳殺傳要很有毅力才可以。對，怎麼就是一心哦，就是你只要專心哦，就可以很多事情都可以成功。專心動到事情做得成功，是安樣嘅。所以講到兩篇的兩本書地圖時，你看內容非常嘅豐富，我們嚟睇下上嘅安樣，而且都有意思。其實我係第一擺看兩本書，我看過個很好，我自己都好想買一本。其他東西我買一本，因為地圖有食衣住行，然後還有就是食衣大行鑼鼓演繹。課文全部都用到。咁個要將個貼皮佬大家講嘅，我覺得你都懂得一下。竟然你們，你都弄來表演個客家嘅菜單呢？冇錯。客家菜嘅菜單，對不對？所以可能這次做啲啲客家菜用音點出，行擺去到客家總是啲做啲點出。嘿，錯。唔單止係按樣音哦，我攏大家來分享，當有意思啲唔多。係要睇老大家有咧講係講上客家話做啲看客家田時老頭，但客家田推嘅公布係冇。錯，咪一本書出嚟本客家講做嚟考個認證，然之後考認證去學客話出嚟啲啊繁簡，繁簡出嚟導堂、導看、導寫，堂。看就做嚟看客家天字腿啊，安尼就沉浸啲客家嘅環境地度啊。學睇以後，咩做嚟講嘅機會，就做嚟像家講到嘅，肯定也菜單，去客家總嚟點吹，用客家老頭家嚟點吹。真嘅，好，還有乜嘅當精彩嘅內容，大家先聊下呢馬叉，你等下陣嚟講。當番伊做啲繞場到相遇嚟到節目地圖啦，大家嚟分享。哇，佢做啲講嘅故事貼到咧吼，我讓你宣傳一下好咧吼。其實兩本書兩下咧，除了大家送名做啲賣到兩本書，其實都其他嘅學校啊，確實使用其他嘅大學。係冇錯，每當感謝大學嘅教書，用兩本書嚟教客話。在什麼大學讀哪一間大學？啲台大、師大、中教大都有嚟用兩本書。好棒啊！鐵針到嘅嗬，唔單止係用人哦，嗬，唔靠啲台大也好、師大也好，佢都有用兩本書嚟教客家話，唔單止係用人哦。其實你自家也啲教客家話。錯，我自家係也係中大理中嘅各種嘅行業形象。好棒哦！每下你去到嗰邊教客家話，你知道大家嘅反應有冇？我知道，因為大家平常是高中嘛，學下國文、數學以及阿里青態嘅，每個禮拜嘅行業課，所以本期就享受學習嘅樂趣啊，有啲感覺。學習唔係一個壓力，咩希望講佢哋學習到東西，真正有帶進去屋企，咩鼓勵佢哋要出專業出功課，係像學生嘅學習嘅課文，學習嘅識嘅客家美食以後，真係老不可能向下拍影片，老不可能拍樣片帶進來，故所覺得老爺學習到嘅東西，真正有帶進去屋企使用。係希望有機會做得有
邀請你來分享一下你哋高中係用來教客家話，做乜樣問呢？一般來講，大家想一下哦，以前我細細嘅時間咧，後生嘅時間。我有上嘅英文課，我上英文課嘅時間係外國先生，嘅外國先生因為佢唔會講中文，故所以佢啲課堂地度佢全部就會用嘅就係英文，故所以用英文來教英文，了解我意思冇？而家客家話硬學，我就請好奇講，迄講你去到高中教嘅客家話嘅時間，你有想過係對人講？1點鐘地度全部都用客家話教客家話。哦，冇，當然係喺翻譯較多啦。因為冇學生要壓力心態。就想學英文用，我知道你以後可以挑戰。等到那種高級的時候，你就學習就是去到幾篇嘅時間，就會真嘅就會用客家話教客家話。我知道聽咗挺有意思吼。唔單止係有人哦，佢哋高中教客家話，還知道還有青島嘅學弟妹給你蠻好的回饋。有吧？有冇？有。好，你可以分享冇？因為一本書嘅回饋，錯啊，因為大家就學習到知道真嘅有使用到嘅感覺，有實用性。唔過講到也好，一本書吼，其實去申請按用嘅補助有冇都用啲一本書嘅出版，你是堅持要全彩印刷，你堅持全部就會有顏色。冇錯，因為嗰陣時人哋睇可唔可以已經先8號誒，可唔可以已經先8號誒？8號以後因為出版，你出版4強嘛，等於講會出4本書安尼，印刷費其實就清高。嗰陣時就講因為單色、套色印刷，唔過人就知道呀，那本嘅書，假使講一個節目看起來就很不喜歡，看起來冇很崇尚安尼嘅感覺。還有你人都發好呀，真正用套色你會變阿凡達，你對你會變阿凡達呢？佢話那個中全部就會強用嘅色，錯，佢仲係堅持講，一定會用彩色，全彩嘅印刷。OK， 你看其實按用嘅堅持吼，我知道一般來講啲分享嘅教材嘅時間，大家會覺得比較硬，我基本上真的很不硬，很軟哈。不過我還是要來講一下硬的部分，就係講這邊有個 QR code，錯。做啲堂都上映，錯冇唔錯，因為所以看，但係看下書，看下詩，看影片，冇堂都上可能係唔會念。佢說你嘅作者呢，還會留言喎，留言後就用啲網站當個，大家就買嘅書以後就做所有 QR code，係就嚟上面嚟堂，課文嘅引動。細路賣飲料，就按到嘅團隊。你有冇？我有留，我嘅上映啲試驗強啲都做嚟堂嘅度。其他嘅上映就係你嘅其他嘅學弟學妹強下了，跟佢哋要壓力心態冇，因為每講留錄音錄較標準嘅音本，大家來聽來學習係冇強用嘅。冇唔錯，嗰時候嗰陣時大家咩留嘅依舊嘅事件。唔講係說清針嘅事情係，因為係講你去錄音嘅客家話進步嘅情格。你點解意思？比如講，我哋係講拿一個報紙，每一天當你讀一篇嘅報紙，你就會知道客家話進步到情格。故所對於大家來講，咪係按樣嘢嗬。好哦，講到呀哦，問一下其他嘅問題就係講，你自家嘅客家話講到按好，你係用人來學習嘅。其實出題就係。從細有老不看人講，也到太後去老教書見講客家語。嗰陣唔看到教書就講客家話。係，冇有老教書。教書壓力清態吼。因為你，他可以了解一件事情。青島人唔會講，其實用客家話來打嘴鼓唔會真困難，其實冇唔錯。唔講你會想，係講你會講嘅內容，係講你講法嘅內容，然後學術較有關係嘅事情，其實冇咁簡單。你啲嗌嘅意思，你講原本講你基本心情用嘅，定係做嘛嘅，聽講嘢去做嘛嘅，係做定唔講，係講你討論嘅內容同較學術嚟講，你就會知道，冇咁簡單。係，唔過當然係會客話雙語啦，係較學術嘅東西就會，唔過真嘅有使用到客話會進步會較強。將來自己學習其他嘅強調咩會進堂，我就看客家電視台嘅廣播電台，我就選一個節目，進堂嘅節目，我就知道客話會進步動嘅。學習許了強，我就上許了強嘅節目；太富強，我就上太富強嘅節目，我就知道按你學習了清嘅。還有考試啊，還有講嘅時間，我就模仿。
给主持人讲嘅话，比如讲，因为模仿，而且模仿新冠都是上电机，上电机主持人伫讲会流强，讲太普强嘅事情，然后之后我按你讲出来嘅合法会真标准，唔管係西演强啊，会流太普都会按你，也就係考过认真嘅一个困口，係咪？唐公你当年都去考试，错，我都去考行业认真，错，除咗喺因為像係熟悉也四海太平洋嘅中國級，也係我自己嘅目標啦，係想考到四海太平洋嘅中國級以外，因為希望我出一本老行業相關嘅教材，就希望本大家出啲啲成法用嚟到考試嘅時間咪用嚟到，我想係從我建議考試，學所有也考試嘅體驗係用版，我將來去寫書嘅呢，因為也出題也係初級嘛，也寫定講。海陸腔初級，初級其實係一個伏筆，係咪？最希望大家做啲考個初級認真，不過還有中高級嘅認真。有按用嘅一疊差唔多，最希望做考個中高初級認真，係伏筆，因為人哋嘅行業認真還有中高級嘛，中高級一下已經啲進行，一定啲寫。哇，非常嘅期待哦！唔過講到鴉片吼，問一下有冇嘅未來的規劃，未來嘅規劃冇？有其實。就係佢講到嘅，我要寫中高級嘅，中高級嘅書就要初級較冇用用，就係佢向考試為主，故所以文章啊，就係佢從你編起來咪較難，因為就係熟悉到中高級嘅詞彙，然後佢難念來。你確定係講有按用嘅未來嘅規劃，而嘅學弟妹們還會持續，還會繼續參加。其實會冇，你們知道天難冇？天難呢？就冇係咪？大家咪知道，就係對客家嘅熱情，故所除咗簡單嘅團隊以外，還有加其他嘅人，還有請配嘅學校嘅朋友，還有嗰種係好多人。學習合法考到中高級嘅同學，有冇？係佢因為對佢哋嚟講，真係係零基礎誒，冇錯。佢可能見到人哋嘅想法、看法就較冇用用，但係對團隊嚟講就不一樣嘅火花出現。冇用嘅 brainstorming，錯冇睇下想法嘅通路相看啊，因為真係冇用嘅長途係咪客家人也係唔係客家人也好，真係咪本意冇用嘅 idea。唔過講到也好，時間啲最尾吼。來到鴉片嘅來賓就會有按樣嘅考驗哈，就是有一個福氣卡啦 ，OK， 因為只有2分鐘的時間，好，我來考驗一下，好來，你嘅客家話講到按好，唔過我有個問題冇聽錯同客家話有關係哈，問一下，啲客家地圖你有輕中意嘅客家高數嗎？客家高數應該就係陳偉如呀嗰啲高數，啊弟弟喎，你認識佢嗎？唔認識，真嘅，哇！偉如老師，啲鴉片兒都一個粉絲哦，真嘅客家話親好嘅粉絲。好，你親好看嘅客家嘅節目係福喜來咧，客家啲人咧福喜來咧。我知道你真嘅很聰明，親情。再給你一次機會，不一定要講福氣來了，還有其他嘅節目，你知道你蠻喜歡看的，其中一款。好，其實就係有客家。算新聞啊，因為客家新聞大白書做嚟學習到看到某樣嘅強調，還有內容。你講一下聲音嘅真言輕認真咧，福喜來了一種新聞。好，再來，你知道亞哈蝶和客家話地度，你知道你正在學趙安強嘛，對不對？有乜嘅詩你知道真言輕有意思，也係輕難，你想喺啲亞分享嘅？我知道像西演強，記我你他愛記，佢就講愛記，唔過這樣講愛很貴，全冇用嘅事。愛要好似個貴，愛就知道他遇到他就會變成貴讀貴，是不是？就會變。愛講可能唔係按標準啊，唔過就愛用嘅意思。即係老人哋平常時，可能愛習慣嘅西演強，佢就講佢冇用，就知道以神奇。基本嘅知識當然做得繞牆到，想要嚟到節目底錄到大家嘅分享兩本書啊，當然得做得讀到一個按用嘅後生嘢，就按用嘅熱情、同理、同意，然後客家話學到按好，嚇為咗喺佢繼續嚟做很好難嘅行業嘅教材，所以基本當感謝你到節目底錄到大家分享，希望下擺有機會接著嚟分享，冇強嘅新嘅東西。好，聽下來咧，繞牆你所講鄉親朋友，強下嚟做人堂咧。
要将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